妈大命啊！哦，啥事啊？现在我到高铁高啊，刚来的我整个3月份在高铁高头去搞么子，就是其实挺怀念的吧，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就经常不知道吃什么，就会到万年街来吃饭。那么今天呢是小陪女为大新教呢，我讲艾米高铁高头想看是一杯中不错的三开底啊，我们去感受一下，尝一下。音乐起。哎呀，好久没来，这个麦当劳怎么变必胜客了啊？这边不是有个甜品站的吗？啊，承载童年的肯德基没了啊！哎呀，太久没来冠前街了。还有令人怀念的大光明、开明。OK 带的，那些年一起吃串的地方。如果离开你，我会 DIE。Girl, you my PYT。如果离开你，我会 DIE。Girl, you my PYT。如果离开你，我会 DIE。OK， 兄弟们，现在我的串都已经上来了，先尝一下这个谢培元和大兴极力推荐我的这个海肠啊。哇，它这个海肠里面会有爆汁出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它的外表是会有点焦香的，然后整个吃起来是比较脆 Q 弹的那种，韧中带脆的感觉，很好吃啊。然后它这个海肠就是它脆度怎么形容呢？就是在黄喉和脆肠的之间吧，脆脆的真的很好吃，而且会越嚼越鲜。哦，妈大命啊！再来尝一下这个海兔啊，皮管鱼，会有点像，就是鱿鱼干一样的感觉，但很好吃，很香，这烤出来干香，那么香一点。这个海兔子也好吃啊。OK， 兄弟们，接下来是大油边啊，吃烧烤肯定要吃大油边，对不对？哦，它这边大油边会有点不一样，跟其他店，它外边烤的会比较焦香一点，但里面一样是鲜嫩多汁的，很嫩。这种感咸鸭骨怎么样似的？哎，这边大油边也好吃啊，大油边这个肉，巨大无比，很满足啊。听到吗？嘎吱嘎吱的声音，它外面是脆脆的，有那种焦香感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OK， 接下来是刀鱼卷啊，你看，哦，不腥，一点都不腥啊，这个刀鱼，哦，它皮是烤的一样，很焦脆，但是里面嫩的不得了。有了鸡腿肉，看鸡腿肉，那个鸡腿肉一块呢，我就巨挂呢，所以它巨，它那种新奥尔良口味的烤出来，也好吃啊。那鸡腿肉还是嫩的嘞，哦，算是啊。OK， 朋友们，这里的3呀，男人的加油站，今天要是想泡油呢，别弄腿这个。鲜面，哎呀，3个味道回去。哦，是的嘛大命啊！这个。OK， 朋友们，现在我吃到，一杯看了3部整啊，就像个3开底，整个味道相当不错，中推劲道，尤其是它里面的海肠啊、大油边啊、烤海兔啊、烤鸡腿都非常好吃，味道这一套了，真的中推劲道。然后我觉得能在冠前街吃饭，真的会有一种回到青春时代的感觉，我觉得还真的还蛮不错的，反正蛮推荐你们的。那就这样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